南美洲的水猪哦，伫台湾有无异常进口来生产。这个月初四暗时，有民众伫东海岸看到一只水猪，台东县的农业处是呼吁民众哦，若是有看到，就要赶紧通报，互因去处理。台东市区一间民俗的业者合法饲9只水猪，互游客会当观赏饲牧草互食，看来是真古锥。不过这个月初四暗，有民众伫东海岸公路的边坡，看到一只哪像是猪仔囝的动物，详细一个看竟然是水猪。想要挖紧甲翕，伊就随便入去树林内底。台东县农业处检判，可能是风台了后，因为花莲的农场造出来的。目前我们接到的讯息是东海岸并没有人饲养，所以我们研判那一只应该是会不会从花莲那边逃逸过来的。花莲县农业处表示，水猪是外来种的动物，目前也无管制进口，不过并无鼓励民众饲。台北市立动物园嘛提醒。水猪是全球体型上介大、甲齿类的动物，鸟鼠嘛是这类的。也若台湾东部甲东南部环境温暖嘛淡湿，真适合水猪生活。虽然水猪是食草的动物，不过因平常伫野外形成一个族群，都有可能对人类有攻击性。社群网络的渲染下，把它渲染成非常的亲人，但其实它毕竟还是一种野生动物，而且又是老鼠。其实你可以想象看，如果是老鼠的话，其实老鼠本身也是非常的容易受惊吓。如果它有一对在外面的话，那又可以碰在一起的话，是有机会繁殖的。台东县农业处呼吁，目前这只水猪可能还搁伫东海岸迄块地啊，民众若是有发现，就要赶紧通报，县府会派人去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